欢迎回到港都电台98.3港都轻松玩最后一趴的节目3:06，欢迎我们的百万哥哥陈昭伟。Hello， 阿罗哈吼，大家咱的港都983，咱的职工的所有听众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百万哥哥陈昭伟。我们接下来把这1小时的主持呢交给昭伟，谢谢。那我要先跟碧莲姐签约。昭伟先刚刚跟他问好过了嘛，现在提醒大家，我们的直播也同步在播放了，在上1个小时呢已经有跟大家宣传了。那你只要搜寻 DJ 小弟脸书粉丝团，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2位绝世容颜。没错，那你有听觉跟视觉的双享受。而且你知道，我觉得我只要跟昭伟啊，或者是孟贤都在一起的时候啊，就是我平常就是不要脸的那个指数有没有？大概是60，跟他们2个在一起，我会破100。就是很敢赞美自己，没有底线可言。我们就是遇到美好的事情，第一个时间点就是要对号入座。没错，对。那你用最华丽的介绍方式来介绍你。好，那专辑先不用哦，先介绍你这个人。简单来讲哈，大家好，我叫做陈昭伟哈，是咱的血流球哦，目前是咱血流球第1位发片歌手哦，对，史上第1位发片歌手，2000万的观众，拍破来。发片歌手啦吼，本身呢我在家无介济，下个其他10几种左右，照顾国家差不多300几个，嘿。Oh my god！ 没那么多了，我们直接用夸饰法，就是说我会乡镇就有了。对，我本身基本上是剩全职的艺人，然后会经常的在我们的这个综艺节目，然后有在外场的晚会活动，然后跟一些我们的比如说像是外语讲外语的这个主持场合也会看到我的身影，所以是蛮斜杠的一个人这样子。嘿，而且你看到昭伟哦，就是他有很多的那一种形象啊，你就是完全没有办法。一下子都在一起，对啊，想讲唱歌的时阵是一个昭伟，弹那个柳琴的时候，有个是一个昭伟，讲英文的时阵，有个是又有另外一面。这公会跟我说到讲英文啊，有一次我在直播讲英文，就是因为刚好有那个新加坡的粉丝上线嘛，然后就用全英文跟他们对谈。我那个直播一下线之后，我一个朋友马上打电话说：“妈的，陈昭伟，你讲英文的时候变超帅，你知道吗？”我说：“这门我讲台语，我先会台语。”我跟你说。我确实有这种感觉，因为当那个很专业的腔调，还有那个咬字，你就会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他要到这种程度，他是需要一番历程。对，所以他就会觉得，哇，你竟然做到了，而且这么样的自然，一定会变很帅啊。对，所以呢，我们这种帅这种东西呢，从这公一辈开始遗传到孙是啦，你这个孙啊，当该宣传啦，对，知道我要放在前面。当然。这会变成咱2个互相恭维，对，我们可能这期会被拉黑。真心推荐大家，你们如果想要非常疗愈的一集专访，又或者你想要呢很专注的了解昭伟这张专辑的特色是什么，这1个小时的港都轻松玩一定要给他追下来。真的，那同时可以看我们的直播，对我刚刚说了嘛，绝世容颜。我们没有在管别人怎么想嘛，对，我们就是绝世容颜。好，绝世容颜来介绍一下，那你第一首歌，为什么要推荐这条歌呢？其实呢，我推出这张专辑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呢，我身边的艺人朋友，还有比如说电视台的那些制作人啊、主管啊，都有你惊到，真的是惊到，因为我完全很低调的在进行这个专辑的筹备跟创作，然后呢，他们看到我发文的时候，他们都还骂我说：“陈昭伟，你要出唱片都不用来宣传的都不用先讲一下的哦。”然后我还跟他们讲说：“我来玩这些卡，我们拍摄打这个制作人这样。”他说：“300啦。”然后呢，因为其实我过去一段时间就是在电视的综艺节目呢，一直是以谐星的角色出现，做了很多的节目，然后很多的搞笑啊、反串啊、歌仔戏啊等等这些，就是简单来说，我的综艺节目的演出过程很难让我好好的唱一首歌。对，因为即便是唱歌都是要做很多的效果，而且那个既定印象，对啊，我其实也很常反映给制作单位说，我都没喝啊唱歌啊就可惜了，大家都快忘记我是歌手身份。但我跟你讲，这对于制作单位会有一个非常为难的地方，因为你实在太有效果了。对，你知道我前几天啊，你别说，我就真的被你那个桥段逗了我一整个晚上。你知道哪一段吗？你好像跟玛丽亚对不对啊？你们不是有一段歌仔戏？对，玛丽亚不是说，哎呀，师兄，莫非我是去得到
变种病毒啊，变种病毒，对对对。啊，你叫说了来，我忘记了呢，我讲什么？你就讲了那个英文的那个，COVID-19 啊，COVID-19 什么的，对不对？对对对，讲听讲得的这种变种病毒，咱会对60公斤。赶紧变成100几斤啦！哎呀，对对对，叫变种病毒，变种病毒啊，对对对，变境呀，变两种都是变境呢。对啊，你知道那一段我自己在那边房间自己笑到一个不行。然后因为这种，其实我刚才讲这个心情很无奈啊，就是不要多喝唱歌，包含像我们去外场唱歌，因为我们还不是发片歌手之前哦，那就是不那个点作品嘛，没错。所以呢，很常就是一直在唱别人的歌。那因为其实我们还算年轻哦，你知道，其实，在歌唱界有很多的老前辈们，他们一生真的是怀才不遇，很少有人会帮他们，比如说push 他们去出专辑或者签约他们，所以当时候我在做这张专辑的角色的分配的时候，我就把这样的一个情景分配成老生的这个角色，然后把它写成一个怀才不遇的老歌手，所以这条歌呢叫做把人的歌，就是一点都会唱把人的歌。所以你知道专辑招伟这张专辑呢，他用我们的这个国剧的歌仔戏的里面很多，比如说花旦，对对，寂寞愁都有，对，都有他们专属的歌。那这一首我们刚刚讲老星，因为老歌手来陈招伟把人的歌。唱着别人的歌，家己的戏别人来伴，主导权拢不是我，日子拖久，我嘛不知要安怎。为何唱着别人的歌，亲像哭着我唱袂煞，唱过较多嘛无较绝，无人了解阮心肝。为何唱着别人的歌，无奈的目屎飞袂煞，那后哨声大那咧花，想要唱一首家己的歌。人生行到这，向我头看，乐队在等我，也袂出心肝，听着自己的心声，家己的歌爱靠家己写。为何唱着别人的歌，亲像哭着我唱袂煞，唱过较多嘛无较绝，无人了解阮心肝。为何唱着别人的歌，无奈的目屎飞袂煞，那后哨声大那咧花，想要唱一首家己的歌。唱着别人的歌，歌声的内底敢也有我，破声嘛继续在拍，唱歌拢是为着生活，哪会唱着别人的歌，一句句亲像甲阮在话，叫阮唔通放弃打拼，有一日唱出家己的歌。嘿，我在
东京，有听你的节目。我现在在新加坡，我在加拿大，也听得到好事联播网。有了它，我才发现听众无所不在，让我感受音乐无国界，朋友无国界。现在就拿起手机下载好事联播网 APP， 现场节目随点即播 ，DJ 聊天室互动零距离。我在聊天室与你一起听好事，感受温暖，享受幸福。不论你在哪，好事联播网 APP 与你形影不离。因为有松本鲜奶茶的完善团队，成就解锁老板创业梦。因为爱喝鲜奶茶的念头，成就了松本鲜奶茶永续经营，坚持把关原料检验合格，给加盟主消费者安心的售后服务。松本鲜奶茶加盟服务专线0981-638-536。远近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下龙湾。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认证，北越下龙湾仙境漂流，海上印度支那号身处山水壮阔之间，空中女皇双层缆车，海上桂林与海湾全景环绕，坐享5星级精品酒店，奢华龙虾晚宴，美食配美景，还有星宇航空舒适航程，品味生活就找品冠旅游。怎么吃了 B 群还这么累啊？你要从护肝打底才不累。我是黄登辉，我跟你同款为了出来的打拼，要拼都要够身体勇敢。推荐你1天1粒白参护肝，享时尚肝肝好，它有国家护肝认证，从护肝打底，精神体力跟着好。现在上享时尚官网订购，限时58折，港都听众结账输入983，再折300，或拨0800818966。刚刚好，让你上班不累，下班不累。想体验 BMW 的极致操控，还是 Mini 的个性魅力？高雄范德原厂认证中古车，每辆车需经过360度严格检测，品质有保障，让您享受卓越驾驶乐趣。另提供不限品牌旧车一站式免费专业鉴价，高价收购。欢迎莅临高雄范德原厂认证中古车，高雄市前镇区新生路206号，07-822-0999。生活中少不了的就是好音乐，锁定港都电台98.3，让音乐填满你的每一天。大家好，我是柏林 Pauline。Best Radio。青春不是年纪，而是一种状态。不管过了多久，这些歌曲就是能够带着我们回到过去。猜吧，那些年我们一起听的青春。欢迎回到港都电台98.3港都轻松玩。接下来这一 part 呢，我想要邀请我们的昭伟，我特别留到这一 part 再来祝福他生日呢，刚好有我跟昭伟双重加持哦。这是我们的铁粉小薇，他是是明后天过生日对不对？但是我刚好就是6日没有主持，他希望可以早一点得到小弟的祝福。那我们待会我唱一 part 生日快乐歌，然后再交给你，接着把它唱完，好不好？好，可以。对，我永远都记得小薇第一次来电台啊，是为了领我的那个写真书。然后她的造型非常之前卫，我记得我有说过了，她是那一种很卷的那种蓬蓬头，就是黑人的那种超蓬。对，那一颗蓬蓬头已经超过她的脸了。哦，很前卫啦。不晓得，但是因为以前的人都说 Q 猫脾气不好，咱底下求证几件代志。小薇，你告诉大家，你从 APP 传，你真的是你是 EQ 好的人，比较稳定的人，还是真的容易爆舌的人？应该是爆舌，因为我自己也是卷毛。哦，真的、我是自然卷，对。可是我没有感觉到你有什么爆舌啊。我不常爆舌。哦，但是蹦就很久嘛，对，变蹦咪胖了，对吧？蹦咪胖哦，那边蹦咪胖两，大屯火山爆发，好不好？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让小薇抢先得到2位未来金曲奖最佳男歌手。怎么办啊？我跟陈昭伟都在一起，都变好不要脸。
Anyway， 我们今天就是走这种风格。对，没错。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小伟 Happy birthday to 小伟 Happy birthday to 小伟。真的是实至名归的最佳男歌手奖，麻烦这一集帮我们报金钟金曲奖，金曲哦，金曲，因为有影像可以报那个金马短片。对，我们这样报好几集，然后那个阿潘那一集我们也说要报，三金全报了。好，献给我们最亲爱的小薇，希望你永远都是我们的。他猜歌超厉害呢，他是我们猜歌天团非常重要的一个干部。接下来，这是我们小薇想要点播的歌曲。他跟我还有一个共同的偶像，就是李亚明。哦，对，所以我刚刚不小心把李亚明讲出来，你们不用猜歌手，你们只要猜这个歌名。背负感情的人，最后都是一个负债的妻子，被清白不走的辛苦而无知。我已习惯不再问对不对，是不是无所谓，你会说我太固执。说过爱你，当然就是想要和你享受一辈子，但你却常让我觉得不忍心，因为太成熟，我们都显得幼稚，总是责备有谁不够诚实。我的心只有一种样子，对你没有太意外的方式。面对爱情，我不是戏子，没有太多不实在的台词。辛苦而无知，我已习惯不再问对不对，是不是无所谓，你会说我太固执。说过爱你，当然就是想要和你享受一辈子，但你却常让我觉得不忍心，因为太成熟，我们都显得幼稚，总是责备有谁不够诚实。我的心只有一种样子，对你没有太意外的方式。面对爱情，我不是戏子，没有太多不实在的台词。我的心只有一种样子，对你没有太意外的方式。面对爱情，我不是戏子，没有太多不实在的台词。我的心只有一种样子，对你没有太意外的方式。面对爱情，我不是戏子，没有太多不实在的台词。我的心只有一种样子，对你没有太意外的方式。面对爱情，我不是戏子，没有太多不实在的台词。
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港都电台 FM98.3，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 DJ 小迪所主持的港都轻松玩。还有那个收听率是南部地区收听率第1名，破下改吹还有姿色，以及呢浊水溪以南在电台上班的男 DJ 颜值才值也目前占据第1名。占据，因为但接下来应该也不会有人后来居上，只有小迪可以超越小迪。我们指的是指体重的部分。你看跟招伟啊，就是我们不用套任何的，就是会很自然。这个感情我都知道要从啥。是，可是我觉得在演艺圈当中呢，这种默契，如果你把它摆放在对于演艺事业的热忱，它其实会有很多的面向。比如说，粉丝们会知道你喜欢什么。我最近很喜欢讲这个名词，叫做神秘的安全感。就是有很多粉丝呢，他会贴心到知道你需要什么，然后可能你需要什么样的鼓励，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他们就是默默的、很神秘的，你都想说，为什么会有人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在守护着你？这样，那此时此刻给招伟最神秘的安全感，就是赶快预购专辑啊！不要告诉你你是谁，这就是神秘的安全感。这跟我说到这边，我要 complain 一件事情。后来你讲，你知道我应该是说。现在的唱片的预购这个方式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想讲到底买唱片第一点不会特别崇尚，因为也已经没有 CD player， 对不对？对对。然后二者就是说，为什么我不能单张的买，一定要做这种预购方面的方案？所以我把讯息就是说群发出去给我很多亲朋好友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很长很多都可以回个很棒哦，或者是加油，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就没有后续了。他们都不知道说出专辑这件事对一个艺人来讲，一个歌手来讲是多么大的一个事情呢，都没有任何的表示，也太夸张。我在说 PV 嘛。您今嘛不管是看直播还是听广播的，被招伟说中的，对，而且就是加油，那就没有后续的。我不需要你加油，我希望你把钱掏出来。对，光他背的是那样。因为呢，招伟这个部分是让我非常非常钦佩的，因为我们对于所谓的商配这件事情，常常会有很多的争议，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这么大方，还有这么直接的告诉你的铁粉，我指的是很支持他的铁粉们，对。但如果你是他跟他铁粉之间相处的模式，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他在演艺圈，他真的有奉献。那奉献这件事情呢，是需要有很多的资源。当然，对啊，我你看N 很多短剧啊，或者是很多那些很华丽的造型是怎样，大家完全都平白无故的支援他吗？不是啊，当然没有啊。很多事情都是要有资源才能够更好的。对，所以我希望大家不是只有加油跟恭喜这样子而已。因为恭喜在借泥桃哈，泥桃，借泥桃啦，借泥尾呢。爱注意，阮这个时段开车是爱发钱啦。这个西站啦哈，就是说其实发专辑呢，其实我们都没有想要赚钱，是，其实我们都是要帮自己留作品。然后呢，再者就是说，希望我们的音乐生命呢是可以透过大家的集资那个募资，然后拍 MV 可以感动更多人。所以呢，这个部分呢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说，其实不是说好像发专辑是你的事，跟不关我的事。发专辑在这年冬见你当对瓜就来恭喜咱大代志呢。尤其像其实我跟大家就是说分享，我那时候从红人榜出道之后呢，我就是自己就是做 freelancer， 所以的 freelancer 就是自己经纪自己，我也没有签任何的经纪公司。等一下，对于这件事情，我待会有问题要问你。好，那我先跳过这样。对，还是我继续讲？你接着讲。对，接着讲。然后呢，因为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我根本没有所谓的经纪公司的金源来帮我发一张专辑。没错，很多人不知道说，其实很多的那种经纪约，他会规定说，我就是要帮歌手1年发1张。如果呢，我这一张发行日到下一张的发行日超过1年，我就可以自动解约。所以那个这样的歌手，他根本不用担心他没有唱片可以发，就是时间搞些录音，然后就有人帮他跑宣传发唱片。对。可是我完全就是从创作到沟通编曲，到很多哩扣扣的代际，都是我跟制作人2个人在私底下作业，然后呢一路这样走过来。曾经其实因为恭喜在我们第一期跟第2期的资金都用完也录完之后呢，到了要发行这个桥段空了1年半左右，我其实一度已经觉得我可能录完音要放弃。你知道就是这个1年半，因为
在那1年半之前，他就有跟我提起他的新台语专辑已经在动了。对对对。然后呢，你知道时间一隔这么久，你就会默默的想说，我该不该问他的进度？你知道有时候会刚好戳中他的。我是还好，可以直接问没关系。对啊，结果还好，近期中就传来好消息。对对对，也是有一些好朋友啊，或是一些我们的赞助商，也是觉得鼓励我们做创作这样子，然后就后来有投入一些资金，所以呢。一路从创作录音到发行这部分已经都没有问题了，所以我才会坐在这个地方。是，但是呢，咱现在都习惯爱拍 MV 嘛，因为我们总是希望画面带音乐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比较能够把我们的音乐的艺术价值留住。对，所以呢，我们最希望是起码可以拍2支 MV，但是这是需要钱的，所以才会透过这个专辑预购的方式呢，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忙我，好鼓励我跟支持我，把这个专辑的 MV 生出来这样子。而且他自己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独立制片嘛，就是他没有仰赖什么大唱片公司的宣传什么，一切都靠自己。对，所以如果你们在进演艺圈看他的表演，觉得我们的昭伟真的是个人才，很有艺术天分的话，那我跟你讲，艺术天分。你如果欣赏他的艺术天分，那他就是无价的，他没有办法用价钱去衡量的。所以你们用预购专辑也是一种支持，抖内也是一种支持。总而言之呢，就是你们懂得欣赏昭伟，那他就需要有更多的舞台跟资源，可以好好展现他的舞台。你们懂那意思吗？就是你们喜欢他，你们希望他发光发热，那就是用你们能力所及当中，可以让他更好更棒。专辑我们不多，我们这次就要求50万张就好。你知道那个影后啊，不是里面那个史艾玛跟胖姐最后分别的时候，胖姐不是有讲说是我先看到你的，对不对？我跟你讲，你们如果在我预购这张专辑的时候就买这张专辑，如果万不利我有幸得个什么金曲奖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大声说，我炸了咱也得奖，我是我的位啊，对了，满不利啦，对吧？满不利啊！但是如果说等我万一得奖之后，你才说我拍谁？一瞬间真的拍谁？不可能不会。我跟你讲，你刚好讲到金曲奖，我们那一天访问阿潘的，又要再 review 一次。这一张椅子，就是独家上我专访的，已经有多少人拿了金曲奖？真假的？独家的，就是他只来上我节目的哦，还不是这样子。没有，而且就是此时就是你可能今天只有这个通告什么的，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先忘记其他的。对对，我今天只有这个而已。真的哈，你看彭佳慧，客语前年来上，去年得奖，最佳客语女演唱人奖，然后我又忘了。郑怡农怡农对去年对，她也是独家，然后拿了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然后潘越云潘姐，她11月23号又要来蓝色狂想了。她前年是大千年的专辑，她亲自来宣传。我的节目也是独家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还没结束，还有谁？还有曹雅文，曹雅文更厉害，她连续来2年。2次都入围，1次拿奖。第2次为什么没拿奖呢？因为他的对手就是郑怡农。对，你看这种比例是很高吧？然后，对，所以你好好对待这个。那你可不可以最近先推掉一些台语男歌手的专访？全部都是。可是最近来了2位，就是很优秀的男歌手啊，陈昭伟啊，跟我们的潘信伟啊，这是伟哦，都是伟。那因为如果12月底发行，那明年金曲奖一定遇得到。对啦，那个衣服可以先准备起来。真的，我要先去健身。对，我要露个什么沟之类的东西。你如果入围没有带我走那个星光大道，我跟你断绝祖孙关系。我跟你讲，我一定势必会带你走星光大道，而且我们2个都要打赤膊上身，以示明志，有没有？这是压力很大呢。那逼不得已就是要用那个，而且还不能用胸贴哦。我们可以穿整套那一种啊，对吧？好歌不能被那个压倒歌，我们从前奏来好好欣赏陈昭维同学淬炼了10年推出的首张台语大碟，主打歌曲《将进酒》。
人生得意，思真欢，莫思金樽空对流光路背对影看，杯中写着阮心情。今夜伊君将心伴，请君为我听耳听，一幕四海尽无憾，随波漂流是运命，为君轻唱伊曲歌飞无停，人潇洒，人生得意，思真欢，莫使金樽空对我。你若相逢何必暂相惜，随后梦中再飘泊，人生得意思真欢，莫使金樽空对我。你若天光路水随风散，梦醒孤人行。一幕四海尽无憾，随波漂流是运命，为君轻唱伊曲歌飞无停，人潇洒。莫使金樽空对我，你若相逢何必暂相惜，随后梦中再飘泊，人生得意思真欢，莫使空对我，你若天光路水随风散，梦醒孤人行，人生得意思真欢，莫使金樽空对我。你若天光路水随风散，梦醒孤人。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大家好，我是百万哥哥陈昭伟。出道10年的创作大碟《恭喜》预购已经正式的起跑喽！这张专辑吧，我们融合了流行、古典、电音以及南管等风格的编曲，邀请了超过25位的台湾当代音乐家现场 live 跨界录制，每一首歌都是一撮的好戏，是咱台语歌坛石破天惊的大作品哦！赶快到我的粉丝专页来下单吧！人生得意付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你若天光露水随风散，水啦望千孤人行。你跟我都太厌世，导致地球暖化，冰封太久的疯狂解冻啦！远古时代的祖先已知用火，现在则是祖先18代都被请出来，玩笑开过火。拒绝触小笼包啊！港都电台 Podcast 全新改版2.0，好事封什么？广播上不好说的挑战没尺度。全拿掉，解放你的耳朵。请上八宝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好事封什么。樱桃、葡萄、苹果，小朋友才做选择，我全都要。台湾好甜香檬综合果汁，水果加入香檬汁，营养满分，无添加。新鲜的是值得天天尝试。台湾好甜香檬综合果汁。冬天别做白日梦，尽情做冬日梦。来韩国冰上钓鱼，享受美食；来日本雪怪树冰，尽情吸雪，圆你的雪国冬日梦。长荣航空直营旅行社常饭假期，让你的世界好玩起来，常饭假期。喂，敲门，宋天舟医师，有伫的不？我伫咧高雄医大大商医院身体健康中心啦。我超重，走路真喘，三高让我变药罐子。没欢乐对付病态性肥胖有胃绕道、缩胃等减重代谢手术，欢迎来电咨询07-559-6126或上网搜寻宋天舟医师。BMW 屡获国际风云奖项，更于2024荣获台湾最受欢迎豪华电动车品牌，超越同级品牌的创新安全驾驶及智慧科技配备，让您与家人放心驾驭是无价。本月领牌指定车款及加赠1年乙式全险，还享低月付或低头款灵活购车专案。BMW 高雄范德新生旗舰中心，高雄市前镇区新生路206号07-812-8080。哎呦，妹妹，你的嘴唇哪会生白喙手？哎呦，人早当啉牛奶袂记得切喙啊啦！你敢知影咱啉的是什么牛奶无？当然是国产的牛奶啊！因为你讲国产牛奶营养钙质多，无唔对，而且在地生产的牛奶鲜个好啉。来，给恁挂补充钙质，和骨骼、喙齿健康发育哦。安尼妈妈嘛爱给恁挂哦。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好事联播网，与起点音乐的好朋友，就在港都电台983 Best Radio。是哩，这条歌咱得和陈昭伟来介绍一下。哎，这首歌是我的第2主打歌，叫做《破皮》啦。哦，这个一出来，然后妈妈然后阿上听来讲，哎呦，你歌哪来干嘛？我讲阿姨，你听了，你知道我是不是在干嘛？是，我讲，咱今麦就先来听了，先听一下片段的好。对，哎，待会呢，这个昭伟来帮我们解答。解释好。是道边高声解喜欢，爱出风头，万事要占赢。有一
管女性是恶霸，像人的翁甲伊来做伴，害人的太太夜夜对心肝，目屎哭干，家庭来失散。啊，伊是一个破皮人，咧意念天对拢无差，怨面无常，随时在变卦。这款的女性，咱是要安怎？啊，伊是一个破皮人，三种四德对是无较怎？这款的歹戏，若是继续拖，最后一定万世臭名。性是恶霸，像人的翁甲伊来做伴，害人的太太夜夜对心肝，目屎哭干，家庭来失散。啊，伊是一个破皮人，咧意念天对拢无差，怨面无常，随时在变卦。这款的女性，咱是要安怎？啊，伊是一个破皮人，三种四德对是无较怎？这款的歹戏，若是继续拖，最后一定万世臭名。赶紧回头是岸。报应哪来拢是注定。伊是一个破皮人，咧意念天对拢无差，怨面无常，随时在变卦。这款的女性，咱是要安怎？啊，伊是一个破皮人。三种四德对是无较怎？这款的歹戏，若是继续拖，最后一定万世臭名。好，这一首破皮拉呢，真的就是要由我们的招伟来介绍一下啦。来，我是破皮拉本人，就破皮拉的本人啦。真的，因为破皮拉这个词哈，你台语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不是只有单纯的我们刚才说哦破麻布袋那个意思。那个破麻布袋比较是指说私生活很混乱的女生。没错。嘿，但是破皮拉它的也可以引用在亲情、爱情、友情都可以，就是爱搞破坏。对，破坏和谐的人，尤其是指女生啊。你看，这配它本来是引言嘛，它的引言应该效果破，就是让远的东西产生裂痕。这个人我们都可以统称叫破坏配套。我相信大家在职场上应该会比在情场上遇到的破坏配套更多。所以我那时候知道有这首歌的时候，因为他第一时间就把那个。我记得我听到第一个版本的那个已经混音过的破配啦，然后呢，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这首歌的真实意义，就像他刚刚讲的嘛，一个珠润圆滑的盘子，就是有人会想要去把它破坏它原本的纯洁跟单纯，对，没错。所以是这个原因，所以呼吁大家千万听这条歌的时阵唔通心虚。
唔通做破皮啦。我这条歌吼，那是你有等过破皮的人，你来听我这条破皮的，你会觉得很爽，你知道吗？会跟着唱很爽，就是骂对方啊，就是抒发自己的情绪。但是啊，那是你本人就是破皮啦，你也听起来非常的新奇哦。你也有感觉被上山头的感觉。那是想要做回唱会的，你可以这个啊，可以跟我们的粉丝团的小编做联络。他资历当中有。宗教学硕士是不是？对，不是宗教学硕士，这我当然没办法。他有一个更厉害的，就是他主持的百场，真的是百场对吧？真的叫统称百场嘛。然后他有一次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基姆皮男神里面还有分享他主持百场的一些趣事，你们可以去搜寻。对，你真的会笑个歪。还是我过去那看钱的时候，你找你便宜关的 game 对啊，但是我觉得人生的经历跟你遇到的人事物啊，不管好坏，都是你的养分。就像我遇到的，我所遇过的破皮，它现在变成我专辑的题材了，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真的，所以我前天才在跟听众朋友讲说，你的人生当中不管经历了什么，只要你好好的去吸收它，跟它好好相处，它就会是养分。对，好，那接下来这个爱心活动呢，我们要借用一下我们招委的时间，亚德西兰我们动员港都的爱跟南高雄家福中心协力举办的用爱撑伞陪同成长爱心游泳会，时间呢是113年11月24号早上9点半到下午的3点半，就在我们高雄市卫武营的东侧空地哦。然后9点半开始入场，再来呢中午的时候我们10点正式开卖，就是也是有唯一释出的一趴，所以想要买到仅剩的原有券的朋友，动作要快。再来中午12点的时候，就我们港都电台会登台一起大合唱啦。再来12点半、1点半跟4点半也会有3个阶段的摸彩活动，所以喜欢我们港都电台的听众，还有喜欢我们小迪的，这是第几人称？我们小迪的听众朋友，那天不要忘记出来相认哦。好，那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参与。那我们要特别感谢当天也有很多我们港都电台好伙伴，包含像我们晨间厨房西式早午餐，他们会热销人气商品炒泡面，还有限定版的限定商品就是绿宝石松饼，这听起来很神奇，对不对？还有123真视障追风协力车协会会带领呢这个视障按摩师在现场提供免费的服务。另外我们港都电台设置的服务台呢，也有我们主持人提供的义卖品哦，赶快！再次呢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富助通商用不动产欧克斯柚木，让我们一起用爱撑伞陪同成长。超级巨星自助式 KTV， 高雄五福店 K 歌啦！免低消、免人头、免开瓶费，学生组、尝鲜组4小时包厢333元起，特约欢唱85折，军公教1户欢唱75折，唱歌狂欢就来超级巨星！新兴区五福一路106号0722232255。Beyond Superstar。哎呦，身高啊，阮变数拢机会啦，我这次结束有解无？哎哦，一喙就解。哎哦，身高啊，需要食胡阿水无？免，西班牙原装进口，哎哦，富隆油饼，简单配水吃，会水剂，顺款走顺，人爽快，后壁就出温。针对底层的解药，正痛拢有法度。美食化学制药，爱欧富隆一喙超好势，0800-025-188，卫部药书字第026665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21-10087号。你若是爱来买家具，就爱来德兴家具，我和你同在。德兴家具周年庆，农历年前8000种家具全面大特价，精打细算省钱大作战。德兴床垫自产自销，10年保固，口碑第一。德兴家具，鸟松区中正路142至28号。我是文慧营养师，我唯一推荐世华生技全节胶原蛋白，使用德国进口双专利胶原蛋白，搭配医疗级水灰珍珠粉及高量维生素 C 的西印度樱桃黄金3角配方，3管齐下，给你敏捷灵活力。经学理证实厉害，我才敢推荐。1天1包全节胶原蛋白，跟卡卡说拜拜。0800655988，0800655988。接下来让我们来做肩颈环绕，好，吸气，
吐气。你们在跳什么啊？我们在跳国民健康署针对久坐上班族设计的健身操啊，每天上下午各15分钟，可以伸展全身肌肉，训练心肺耐力哦。哇，哪里看得到影片啊？我也要学。到国民健康署健康99网站搜寻就可以看到喽。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我跟你说个秘密哦。是什么？我在港路电台上广告喽。哈，很重要吗？当然，因为在南部收听率第1名的港都电台上广告后，公司的知名度跟业绩都提高了。不上港都要上哪里？你说啊，你说说看啊。港都电台托播专线0739299839。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我们节目来宾陈昭伟。那么非常开心呢，在港都电台跟小迪哥的这个介绍之下，那我的从艺10年的讲戏公益的全新的台语全创作专辑呢，即将已经在我们11月15号到12月31号之间来做预购。那么之所以预购呢，就是希望大家来支持我的音乐的方面呢创作的才华。那么同时呢，我们目前专辑还没有拍 MV 的预算，也希望借由大家的支持跟爱心来支持我这张专辑的 MV 的预购。那希望大家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小老鼠 CWC331 来做预购。那下礼拜一也同时请您准时收听我们的港都轻松晚，下周一见。